咁樣係啦。跟住咧，而家咧就係講呢位朋友提出嘅問題就係咩叫家族系統排列？咁家族系統排列咧就係由一個德國人叫做海靈格佢發明出嚟嘅。咁海靈格咧仲在世嘅。咁然之後喺香港嘅第一個弟子同埋呢個叫區域經理嗰個咧就係叫 Rebecca 司徒。係啦，就係司徒家嘅，冇錯啦。係啦，咁我同佢咧就係有段估嘅，因為家族系統排列佢嗰個方法咧就係話，首先有個即係傳統嗰種啊，首先有個主持人啦。咁個主持人咧係要經過訓練，因為就算你明白個原理，你做唔到嘅，因為你去到嗰個場面，你就發覺你唔識做，所以我係唔識做嘅。好，好多失控，即係好多失控嘅嘢會走出嚟。係啦，咁跟住咧就有個案主啦，咁然之後家族系統排列最傳統嗰種咧，就係至少要有10個人喺度嘅，即係參與者。咁當然為咗經濟起見咧，就係會有幾個案主啦。咁然之後冇做案主嗰啲咧，就係叫做角色扮演。咁跟住咧，案主咧走出嚟，佢就會輕輕陳述一下佢想解決嘅問題。咁佢明唔明白個問題係唔緊要嘅。總之咧，佢大概有個問題陳述咗。咁然之後個主持人咧就會叫案主去選擇角色。咁而呢個一般百搭一定會揀嘅角色就係有爸爸啦、媽媽啦，同埋佢嘅內在小孩，或者阿公阿婆阿爺阿嫲。呢個係視乎劇情需要，係啦。但係爸爸媽媽內在小孩就係老馮都要揀嘅，係即係話有10個參與者，咁個案主就會喺10個人裏面揀啊，你做我爸爸啦，你做我媽媽啦，揾其他嘅同學仔去做角色扮演，扮佢嘅媽媽或者即係好似而而家呢度咪有10個人啊。跟住你做案主啊，你就喺呢度啊，你睇下邊個樣似你爸爸，咁你做我爸爸啦，係角色扮嘅啫，明唔明啊？跟住你話俾我聽，即係逼佢出嚟扮你爸爸，即係話哦呢個似我爸爸咁叫佢扮都得，冇分男女，冇分年齡嘅。總之咧就係你覺得呢個格係啦，呢個格就係似我爸爸啦咁樣，咁就叫佢出嚟扮你爸爸。咁然之後內在小孩，喂，內在小孩係乜嘢？內在小孩係你作為自言自語嗰個咯，同你自己自言自語嗰個。係你細個嘅時候嘅你嘅性格係內在小孩。咁咪個內在小孩係塞咗喺我心裏面嘅啫喎，點辦？唔緊要嘅，係可以辦嘅。即係話喺呢個咁樣嘅家排裏面。你諗到咩都可以辦，即係話啊！我今期我覺得我事業有問題啊，你做我事業啦咁樣，咁啊係，我就係佢嘅事業啦咁樣，係啦。跟住咧，而家咧就係講呢位朋友提出嘅問題就係咩叫家族系統排列？咁家族系統排列咧就係由一個德國人叫做海靈格佢發明出嚟嘅。咁海靈格咧仲在世嘅。咁然之後喺香港嘅第一個弟子同埋呢個叫區域經理嗰個咧就係叫 Rebecca 司徒。係啦，就係司徒家嘅，冇錯啦。係啦，咁我同佢咧就係有段估嘅，因為家族系統排列佢嗰個方法咧就係話，首先有個即係傳統嗰種啊，首先有個主持人啦。咁個主持人咧係要經過訓練嘅，因為就算你明白個原理，你做唔到嘅，因為你去到嗰個場面，你就發覺你唔識做，所以我係唔識做嘅。好，好多失控，即係好多失控嘅嘢會走出嚟。係啦，咁跟住咧就有個案主啦，咁然之後家族系統排列最傳統嗰種咧，就係至少要有10個人喺度嘅，即係參與者。咁當然為咗經濟起見咧，就係會
有幾個案主啦。咁然之後冇做案主嗰啲咧，就係叫做角色扮演。咁跟住咧，案主咧走出嚟，佢就會輕輕陳述一下佢想解決嘅問題。咁佢明唔明白個問題係唔緊要嘅。總之咧，佢大概有個問題陳述咗。咁然之後個主持人咧就會叫案主去選擇角色。咁而呢個一般百搭一定會揀嘅角色就係有爸爸啦、媽媽啦，同埋佢嘅內在小孩，或者阿公阿婆阿爺阿嫲。呢個係視乎劇情需要，係啦。但係爸爸媽媽內在小孩就係老馮都要揀嘅，係即係話有10個參與者，咁個案主就會喺10個人裏面揀啊，你做我爸爸啦，你做我媽媽啦，揾其他嘅同學仔去做角色扮演，扮佢嘅媽媽或者即係好似而家呢度咪有10個人啊。跟住你做案主啊，你就喺呢度啊，你睇下邊個樣似你爸爸，你覺得似你阿媽咁，你做我爸爸你做阿媽咁樣做法，係角色扮嘅啫，係咪啊？跟住你爸爸即係聽逼佢出嚟扮你爸爸，即係話哦呢個似我爸爸叫佢扮都得，冇分男女，冇分年齡嘅。總之咧就係你覺得呢個格係啦，呢個格就係似我爸爸啦咁樣，咁就叫佢出嚟扮你爸爸。咁然之後內在小孩，喂，內在小孩係乜嘢？內在小孩係你作為自言自語嗰個咯，同你自己自言自語嗰個。係你細個嘅時候嘅你嘅性格係內在小孩。咁咪個內在小孩係塞咗喺我心裏面嘅啫喎，點辦？唔緊要嘅，係可以辦嘅。即係話喺呢個咁樣嘅家牌裏面。你諗到咩都可以辦，即係話啊！我今期我覺得我事業有問題啊，你做我事業啦咁樣，咁啊係，我就係佢嘅事業啦。